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同學早晨。咁今日咧係12月13號，咁配合教育局倡議嘅銘記歷史、珍愛和平、悼念南京大屠殺紀念嘅活動咧，咁今日咧我哋組會係會進行1分鐘嘅默哀儀式㗎。咁去悼念1937年12月13號日軍攻佔南京之後咧，被屠殺嘅數十萬名中國嘅軍民嘅。咁舉行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嘅活動咧，咁目的係鼓勵同學更加深入認識南京大屠殺嘅史實啦，咁去培養同學對民族嘅責任感嘅。咁雖然國家公祭日以南京大屠殺定名啦，咁但係紀念嘅對象唔單單係僅限於南京大屠殺嘅死難者，咁公祭對象咧都包括所有喺日本侵華戰爭期間被殺戮嘅同胞嘅。咁悼念絕非係為咗延續仇恨，而係希望同學銘記歷史，以史為鑑，喺歷史之中領悟和平嘅重要性。咁而默哀係一種禮儀，並唔係任何嘅宗教儀式。咁同學喺默哀嘅時候咧，需要保持站立、低頭靜默，以示對死難者嘅哀悼。好，咁而家請所有同學喺原位保持站立、低頭靜默1分鐘，佢對喺南京大屠殺中嘅死難者咧表示哀悼。好，默哀儀式結束，咁同學咧可以抬頭望返向講台啦。